2020年，立法院修正选罢法，互6岁以下囡仔会当对大人入去投票所投票哦。也毋过，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是表示讲，今年有至少17件民众带囡仔去投票，也毋过互选务人员拒绝，互警察阻挡。中选会是强调讲，因会来加强选务人员的训练。 投票是受法律保障的权利，但是因为6岁以下的儿童按照法律规定，袂使家己点厝。立法院也伫2020年4月3读通过选罢法相关条文的修正草案，互民众通带6岁以下的儿童进入投票所。但是根据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统计，今年选举全台至少有17件大人带囡仔投票，所互人拒绝的事件。 有14件是民众反映之后，那选务人员放行；有4件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办法进去，然后甚至是这4件里面都蛮大比例都是警察远警去阻止。6岁以下儿童可一起进入投票所，大人免烦恼。中选会广告也讲通带囡仔去投票。 欧巴桑联盟表示，法条伫2020年修正通过，但是到今年也是有民众带囡仔去投票，互人拒绝，显示中选会地方选务机关对投票所选务人员的教育训练有问题。2020年修法到现在已经将近4年，其中已经有将近10次的选举罢免投票。那我想在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培训上，显然是明显不足哦。还有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，还有17个案件，这次至少有通报出来的哦。那其实有更多可能没有去反映的这个案件可能更多。欧巴桑联盟也指出，过去也有候选人带囡仔去登记参选，所互选务人员动的事件。对此，中选会回应，按照规定，袂使限制儿童入去投票所登记场所。落尾会要求各单位办理选务工会时，要加强训练。